美國、菲律賓等等7個國家20日要佇咧南海軍事演習，到時會有7個國家參與，17個國家做觀察員，規模是有史以來上大的。因為日本的軍艦駛過大海要去演習，中國是真無歡喜，直接甲監控的畫面公開。另外有學者分析，今年的聯合演習展現各國反制中國佇南海的軍事擴展，咱台灣應該愛爭取加入。美國、菲律賓經並經離空力量演習20日在南海進行，這邊有澳洲、加拿大、法國等7個國家參加，也有17個國家的觀察員，總定以來上濟。上互人注意的是日本第一便派戰鬥部隊參加，動員1400位官兵、3台軍艦，也有6機反艦飛彈部隊。日本護衛艦雷號17也通過大海去參加演習，打到中國的紅線。中國表達強烈不滿，先公開監控日南的畫面，也閣講佇東海進行聯合戰備巡航，相關科學局勢緊張。學者認為，這邊演習的目的是要挑戰中國的南海主權。因為日本進前大部分攏是參加人道救援，這邊煞演練海上打擊。配合美國總統川普講，美國盟友將會加大佇印太地區的防禦力。整個南海的這個問題啊，已經不單單純是菲律賓跟中國之間的一個問題，而是被國際化整個國際的這個參與。即使美國啊正忙於這個伊朗的這個戰爭，那這個歷年來的這個所謂的這個軍事演習啊，並不受到影響。因為南海情勢牽動台海和平穩定，學者認為台灣應該爭取參加，表態願意為科學安全盡一份力。另外，美國華府帝國戰爭研究所發布中國加台灣強勢警聲，警示講共軍常常用小型船想要規避國軍的監測，演練秘密進入台灣各地紅色海沙坡。中國可能藉由快艇輸送特戰人員、情報人員，滲透進入台灣遂行破壞，或者是各種心理戰的這種特種作戰手法。報告也點出北部的八里海沙坡、淡水海沙坡容易和共軍登陸，國軍佇漢光演習攏有設作戰連，去年也演練爆破，防止共軍突襲。學者認為台灣應該提懸偵測能力，反制中共用小船滲透。記者綜合報道。